黃金最終走向2026年金價會衝6000還是暴跌？3個問題拆到你明。Hello，大家好，我是 Will 叔。黃金2025年漲了60%。2026年初一度突破5200美元盎司，現在回調到4600到4700區間震。好多朋友問黃金最終會點走，係咪應該趁低買入？今日我哋唔猜測，不站隊，用3分鐘拆解呢個天價之問背後的3個關鍵邏輯，睇下點樣理性判斷，唔好被標題帶住走。第一部分，先問自己3個蘇格拉底問題，60秒。問題1，你問最終走向，係問價格數字定係問配置邏輯？如果問價格，機構預測分歧好大，從4800到6300美元都有。但如果問邏輯，央行購金、去美元化、地緣風險呢啲結構性因素，先係決定黃金長期價值的關鍵。一句話，點樣判斷比預測幾多更重要？問題2，你睇黃金牛市係睇單一驅動定係睇多因子共振？驅動因素，短期影響、長期影響，央行購金支撐底部，但季度數據有波動，連續4年淨購金超1000噸結構性日價，美聯儲政策、韓息預期推升金價，鷹派信號引發回調，實際利率與黃金呈負相關，但關係正在弱化。地緣風險衝突爆發時，金價脈衝式上漲，全球信用體系裂痕，黃金作為終極價值尺度地位提升，美元信用、美元走弱利好黃金，去美元化趨勢下，黃金作為非主權資產的戰略價值。一句話，單一因素可以解釋波動，多因子共振先決定趨勢。問題3，你評估投資價值係睇絕對收益定係睇組合功能？如果睇絕對收益，黃金2011到2015年曾經腰斬，波動率19.4%，高於標普500的14.7%。但如果睇組合功能，黃金與股票、債券相關性低，係分散風險嘅保險，唔係快速致富工具。一句話，黃金嘅價值唔係賺幾多，而係保護幾多。第二部分，3條普通人絕對不能碰的底線，45秒。底線1，絕不將機構預測等同於確定路徑。高盛看5700，摩根大通看6300，瑞銀看5000。但機構預測係情景分析，唔係單點預測，而且預測本身會隨數據更新而調整。風險，用某家投行目標價做買賣依據，容易追高殺低。一句話，預測係地圖，市場係地形，別用地圖代替走路。底線2，絕不將短期回調等同於趨勢逆轉。2026年初金價曾回調18%，但央行購金、地緣風險等結構性因素未變，黃金牛市從來唔係直線。2020到2022年也曾多次回調10%到15%。風險，用一日漲跌判斷10年趨勢，容易錯失長期配置機會。一句話，回調係牛市嘅呼吸，唔係死亡。底線3，絕不將黃金配置簡化為全倉梭哈。黃金適合做投資組合嘅保險，但建議配置比例一般唔超過10%到20%。實體黃金交易成本高，5%到20%，頻繁交易會吃掉利潤。若想做波段，可考慮黃金 ETF 或 SOL/USD。風險，用賭博思維代替資產配置，容易放大波動風險。一句話，黃金係盾，唔係矛，用嚟防守，唔係用嚟進攻。第3部分，3個清醒認知加普通人追蹤方法，60秒。認知1，最終走向嘅核心係結構性因素而非短期事件。普通人點樣追蹤？信號維度、關鍵指標、查詢渠道、追蹤頻率、央行購金、全球央行淨購金量、中國、印度購金動態、世界黃金協會 WGC 官網、每季實際利率、美國10年期通脹保值債券 TIPS 收益率、美國財政部官網、
TradingView 每月地緣風險、全球衝突指數、美元信用評級變化、國際危機組織、標普、穆迪報告、事件驅動、關鍵問題、結構性因素係增強定減弱、短期波動係噪音定係信號。認知2，普通人參與嘅關鍵係框架而非預測。投資者類型建議策略、風險控制。長線配置者核心倉位持有實物金、黃金 ETF， 為勝倉位用小比例做波段，配置比例少於等於 20%， 設定回調 10% 加倉紀律。短線交易者關注美聯儲議息、非農數據等節點，利用波動做技術交易，嚴格止損 1% 到2% 風險，避免情緒化加倉。新手投資者先學習後小額試水，優先考慮定投黃金 ETF， 分散時點風險，單筆投入少於等於可投資資產 5%， 避免一句話唔同定位、唔同打法，先搞清楚自己係邊一種。認知3，理性參與嘅前提係接受不確定性。黃金最終走向取決於央行購金節奏加美聯儲政策路徑加地緣事件演化嘅複雜互動，冇人可以100%預測，但可以建立信號監測加動態調整嘅應對框架。一句話，認知升級嘅核心係學會與不確定性共處，而非追求確定答案。第4部分，3個清醒認知30秒。一牛市唔等於直線上漲，黃金2025年漲 60%， 但中間多次回調 10% 到 15%， 接受波動先至拿得住長期收益。而配置唔等於預測，普通人嘅目標唔係猜中頂底，而係建立框架加及時調整，用紀律代替情緒。3個人行動嘅切入點，與其糾結黃金最終幾多，不如思考在資產配置中，黃金應該扮演咩角色？我點樣動態調整？ Will 叔的小總結：世界唔係因為預測唔準而迷茫，而係因為框架唔清而焦慮。下次見到黃金衝破某某價位嘅新聞時，不妨問自己3個問題：一、呢個波動係短期事件驅動定係結構性因素變化？二、我嘅黃金配置係保險功能定係投機目的？三、這個資訊對我嘅資產配置、風險管理有什麼可執行嘅調整啟發？理性吹水先有營養，看清框架先有選擇。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幫你理清了一些思路，歡迎訂閱頻道，一起當個理性思考的夥伴。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但記得不情緒化，不盲從，有交流才有收穫。我是 Will 叔，得閒飲茶。影片資訊卡，關鍵數據來源世界黃金協會，機構預測公開資訊。2025年金價漲幅超 60%， 最高突破5100美元每盎司。2026年機構預測區間4800到6300美元每盎司，分歧較大。全球央行購金2025年淨購金超1200噸，連續4年破1000噸。仲要提醒，黃金波動率 19.4%， 高於標普500的 14.7%， 需做好波動準備。實體黃金交易成本 5% 到 20%， 頻繁交易可能吃掉利潤，建議配置比例一般不超過總資產 10% 到 20%， 避免過度集中。行動清單今日就可以開始。一、收藏世界黃金協會 WGC 官網，每季追蹤央行購金報告。二、檢視你嘅投資組合，黃金類資產配置是否過度集中或完全缺失。三、問自己，如果金價再回調 10%， 我嘅應對策略係加倉、持有還是減倉？